是今日继续来看到挪威三体选手伊丁摕到世锦赛冠军的时，头壳顶伫中华保盐顺德宫的帽仔，和这顶宫庙帽伫咧规台湾一个请假抓袂牢。明仔载伊丁特别来到台湾，保盐乡乡公所特别传一顶大顶的冠军帽，要送给伊丁，要互伊抢着一个。 这顶顺德宫的帽仔最近足红的，今麦佫出现大顶的版本，民众戴帽仔伫超级大顶的帽仔边仔翕相，足欢喜的。我们就是专门来看拿这个帽子的，所以有这个帽子可以顺便拍拍照，蛮好的、啊。今天先来拜拜。今天先来拜拜。好，田中马的时候再跟他一起拍照。会有这顶大顶的冠军帽仔，就是因为挪威选手一定摕到铁人3项冠军的时阵，戴的就是这顶帽仔，互中华保盐顺德宫的帽仔变甲真红。 9号伊丁要来台湾，会去顺德宫行愿。这顶保盐乡公所委托中华家乐寿兴陵打造的大顶的冠军帽仔，是一个传统的花顶。帽仔内底有印官方的官印，暗时会点灯照显目的，1.5公尺悬，90公分宽，146公分长，比普通的帽仔较大540倍。底座是一个台湾，10外寿兴陵赶工来做，用2礼拜外时间才完成。 等于立足台湾，宣扬到这个国际这样。甲咱做一顶帽仔，做了烧到水的，连迄上帝讲的金面，伊嘛做出来，真正有厉害。冠军帽仔互中华保盐乡变甲老力滚滚，伊顶来台湾加上大顶的冠军帽仔加持，伊计为保盐带来一波观光的商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